唔撈亞視撈乜好？亞洲 F4 有得重做。消失咗好耐嘅亞視 F4 可能有機會翻生啦！皆因好花飛嗰位高層辭咗職，加上亞洲逃亡潮，網友又力撐釘牌，萬一真係成事，呢班亞洲之子同家人咪要另謀高就啦！一個陳啟泰唔使愁喎，憑住當年主持過無數集嘅百萬富翁，可以轉行開補習學校教通識。100萬嘅問題，佢幫阿路阿圖做旅遊大使又得唔得呢？咁佢做咗 N 年嘅兒童節目主持，咁了解小朋友，開幼稚園都應該掂喎，佢就回到未紅前啦。200萬嘅問題，山正亞視鼻祖撈咩好？佢上個月甩底喺正總嘅行動就俾人擺上台，一於轉型斬燒豬啦。開張嗰陣再秉承亞洲良心電視台嘅宗旨，搞個買一送一大酬賓，街坊實拉爆啊！陳雷就負責送外賣，佢舊年咪為咗趕上洗腦堂，空肚踩單車，雖然暈咗，但都叫有一技之長，唔好晒啊！